19度加28度所以袂伤热，凉凉安尼。上帝赏赐予咱一切丰盛甲稳定。世界局势愈来愈混乱这个美国总统讲要甲咱扣税扣解冻无要紧，伊扣咱的税扣会着，但是呢，咱对上帝听愈来愈侪。伫这个末世时代内底的确爱会记这样代志。世界的国拢会过去，但是呢，只有上帝的国是永远伫地。所以呢，牵条上帝对主来行，迄是活命内底上界重要迄项代志。然后咱也通看见即摆政治就是咱伫台湾内底和中国会互相对射，嘛有真大的这个挑战。总是会记哩这样代志，咱台湾爱为台湾祈祷。台湾现此时的这个政治环境无真好。照讲的时阵是应该彼此相听，互相照顾。不过即摆呢，就是两个大政党，佮加一个小政党，彼此互相消灭冤家。实际上，咱爱特别爱注意这个代志。圣经讲，国甲国百姓甲百姓若相争，安尼国家就袂太平。国家若无太平，安尼整个国家就袂强盛。世界真侪国家因会出现问题，一个上界大就是彼此互相斗争。无输去缅甸的时阵，伫缅甸有4大集团军阀。这4大军阀内底彼此相战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即马佫拄到一个大地震，了因所敬拜佫是毋是独一真的上帝？咱台湾即马嘛是咧无用这项代志。咱的民间咧讲3月小碗祖，一直对着4月初4开始，一直到5月，拢总有即款的行动。咱的确爱为着台湾来祈祷，只有圣经应允这项代志，掠耶和华做伊国家的上帝，迄个国是有福气的。独到咱将阳光归予上帝，国家才有真正的太平甲平安。所以咱特别为着台湾来祈祷，为着咱的百姓来祈祷，为着世界政治来祈祷，为着咱牵条上帝，伫任何的环境内底挖靠主，咱一定会得胜。并且会当过着心内绝对的平安。当者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亲自引带，你照顾，你保守伫一切的事上。耶和华，你是阮的主，阮我靠你都无惊吓。主啊，伫你的内面，阮一定会得到迄个绝对的平安。世界紧紧的过去，但是你所赏赐阮的是真来和平。主，阮袂当倚靠家己来得平安，阮也无能力倚靠家己来得平安。独独耶和华你是上帝，全地的主，你伫人的国度当中掌权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来到你面前，阮要感谢你，要学了你，要将上赞荣光归予你。虽然伫所有的世界，伫这当中有真大的挑战。但是主啊，你要保守引带阮，使阮甲阮同在。只有你是阮的倚靠，是阮的力量。阮伫这所在仰望你，主帮助阮，互阮的百姓，互我离开偶像，互我倒转来伫上帝你的面前，倚靠伫主你的内面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耶和华使阮伫阮当中，互阮倚靠主，心有平安，有稳定。互阮甲主来行，阮就满有能力。你是主，是上帝。伫这个混乱的世代，你早就已经甲阮讲，你并且吩咐阮讲，你早就将这个代志甲阮讲，是要互阮伫阮的内面有平安。因为伫世间有苦难，就是信仰上的困顿甲迫害。但是主你应允，要保守阮，互阮会通进入伫主你的内面。主啊，阮心倚靠你。就无惊吓，对主行就永远安定。主感谢你来照顾你的百姓，来使阮伫这个教会，使阮伫台湾这个土地，
主后基督徒复兴起来，会当甲人分享，互阮离开所行的歹，互阮找到耶和华，互阮有耶和华上帝你找到，才亲像你所应允的，你家己出来找阮，并且一直甲阮找到，互阮会通倒转来，互你伫厝里内咧等待阮。主啊，是你亲自做这代志，你伫迄个所在等阮，求你加添互阮悔改的心、信你的心，通互阮会当回头倒转来，离开这世界的影响，进入伫主你的平安、你的照顾、你的信息。主无论世界安怎样改变，你应允，敬畏耶和华的乃是永远伫地。超找你的，要互你来引带。主，阮所仰望你，亲自赐恩伫阮的心上，搁再一届将阮家己，将主你的教会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将台南这个城市恳求上帝你赦免阮，因为阮伫其中有真济偶像敬拜世景。台湾这个土地也是安尼，赦免阮将着永顿甲平安归复假神。主啊，怜悯阮，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百姓的目睭。互阮会当回头倒转来，看上帝你真理的光，恳求你借着基督徒，借着这正义路，主啊，互阮醒悟起来，互阮复兴起来，互阮军队你来行，安尼阮才有能力，甲人带到主你平安的道路。唯愿你伫阮当中，成就你的救恩，成就你的疼痛。继续借着教会做成你心意的欢喜，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大家报告，谢谢。平安。平安。会进前，我来做小一个报告。第一，今仔日国语堂中派要来帮我着请的奖学金，并且继续为着年轻的世代祈祷来守望。第二，参加着4月初1至初9双星灵修3日游这个兄弟请伫4月初1上午8点伫教会要来集合，8点15出发。请家己带着个人的药品，因为天气也无稳定，个肠这个污垢，请咧泡温泉的，这个游泳衣甲游泳帽会记人带。饭店不过再提供一处成这个清洗用具，请大家家己自行带去。我咧当日有味着早顿这个餐点。第三，4月10礼拜5暗时7点半，城市这团伫救主堂要来举行。并且兄弟有备时间来参加，一同为着国家、城市祈祷守望。第四，4月13后礼拜日上午下午1点钟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着4月份的执事会，请执事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。第5，4月14至18。就是礼拜1至拜5，每暗8点至9点，伫教会1楼要来举行基督受难周特别的聚会，敬仰兄弟一同来参加。第6，4月20过偌济主日将举行洗礼式，有意这个受洗者请向牧师同工来报名。第7，诚安圣教会戒毒点伫5月10日将举办母亲节的活动。欢迎兄弟将自然将用不着全新的物资奉献做这个抽奖活动的使用。第8，教会今年度暑期这团队开始招募着同工，总共有2个梯次，7月28至8月初5，日本东京中华基督教会；8月13至16，屏东西雅乡和平遵义会。主要的内容拢是为着举办儿童的宴会，有意愿互师兄弟请向少爷传道来报名。第9，有需要113年度奉献证明的兄弟，请至公报栏来登记勾选。咁有补充报告，我即是要请
敬拜乐团。啊，祝大家平安，平安，欢欢喜喜过日子。阿门。内边的人讲真欢喜看到你，真欢喜看到你，阿哈利路亚门。！上帝以伊的神用伊的阳光来照亮咱的心，望咱来到伊的殿中，先对上帝一个微微啊笑俱乐部，好不好？一个微笑，来，咱要来学了，因为一个心开，你的嘴若是有一个微微啊笑，你的心就较开哦，这是有根据的吼。所以咱来唱我要不要颂扬了吼，我要学了，好，要学了，来，咱请咱起立。我要学了，学了，从这目睭的主，因为万事伊拢看见。我要学了，学了，从这耳看的主，因为万事伊拢听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我要学了，学了，显明讲伊的主，伊的国度是官兵的行业。我要学了，学了，显明主爱的主，伊的信息永无摇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忘了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。我要学了，学了，从这天下的主，因为万事伊拢看见。我要学了，学了，这天堂的主，因为万事伊拢听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我要学了，学了，显明讲伊的主，伊的国度是官兵的行业。我要学了，学了，显明主爱的主，伊的信息永无摇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嘿，嘿，拍拍感谢上帝，哈利路亚。上帝伫天顶看，伊也踮伫咧内心，用伊的圣灵的感动来引带咱行正路。伊的名是拯救，耶稣就是救主，要甲咱对罪恶中救出来。所以咱就过偌济避难，咱就受咱手，要来想念伊何等的美好，主的名字水无比。啦啦
主的美好，伊的信息主爱公义，佮再一摆深刻印伫咱的心，一边所行打的，拢来含伊三角对视，地当行出主所欢喜的一切。感谢上帝，咱要来倚靠救主至圣的尊名，互咱的心平安，拢无惊吓。
多谢你的吊命，经创办真做你的圣经里。我要伫你面搁再一摆立志，我要来尽忠为着主，我要尽忠为着主。我已把了世间万味背起心的对耶稣，世就好了命的富贵，对答对我就昏倒，主不亏他，主不欠我，心动不问我着急，为何心来问心花呀？就有你头看后面，讲音看过前途要紧，主的稳定到我用，是因有个处处有气，老我写苦了尽了，我灵魂受主接去，是呀我一对主意，最梦帮了个的寡妇，主被夸苦养不离。当初没有困苦劳力，我想来交个有气，真真万万灵魂稀松，高恢宏，天高和喜，我的家家出来谁看，存的为命很好处，我的天的特殊欢喜，地高地天给我主。恁搁再一摆立志，咱来祈祷。大家一声有声无声，拢是上帝听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啊！我们感谢你调阮，真做你宝贝的儿女。阮若珍惜这款的福分，这款的福分何等的宝贝，一直到阮持守，要来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也互阮为主尽忠，无搁赶路，无搁惊吓，无信摇疑，就是行这条路，主直直正直的路，直到天庭。无论什么款的情景环境，互阮想会到、想袂到的来的时，阮若要挖开你到底，尽忠为主。我已放了追求万民，背起死给对耶稣，追求好了命的富贵，对答对我就昏头，主不亏他，主不欠我，心都不问我着情，为何心乃无心惊吓，就有你头看后面，讲因快过前途要紧，主的稳定教我用，是因有个主手扶持，让我写苦了尽了。我那灵魂受着
了名。我的家，家主来切开，存的生命很好主，人心间的特殊欢喜，对高的我主。主，感谢你赏赐阮平安的活命。伫礼拜日的早起时，阮进入到你的圣殿，你应允你的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。主，阮对着心灵上深的所在，向你拍开；对着心灵上深的所在，向你来祈祷。主，阮的日子紧紧过去，目一年，阮的人生过了1/3，过了1/2，过了3/4，过了4/5。主，阮的年日愈来愈短，阮向你恳求一个恩典，存乐的活命，全然献予主你来路用，帮助阮。对阮的厝边隔壁，帮助阮；对阮的同事，帮助阮；对阮的朋友，来分享基督的疼痛甲救恩。特别加添阮心神快乐，互阮向着阮厝内面的人来甲因分享上帝的疼甲照顾，互阮也实实在在疼惜阮厝内面。特别是这也未认捌主的人，主啊，阮的囝儿孙，你有应允讲，着信主耶稣，掠耶和华上帝做阮的救主，敬畏耶和华的上帝，你讲，你要赐福予阮的家族，直到万世万代。阿门。所以，阮向你求讨这个恩典，互阮开嘴见证上帝的疼。互阮对心灵的深处经历上帝你的同在甲实在，安尼阮就会通有信心、有证据、有权柄，向人讲是阮的主上帝是引带人活命如道的上帝。阮的主上帝是掌管天顶地的上帝，是听人祈祷的上帝，是亲自来敲找人。救赎百姓的主上帝，主，阮所以感谢你，唯愿你成就你一切美好意思伫阮当中。搁再一届，甲阮家己奉献、交托，放伫主你的手中，亲像诗歌所讲：主，我伫遮，阮伫遮，求你来找应阮。愿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同心来上读咱共同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比勒多任来受苦，顶十字第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后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的三通，罪得赦免。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我们继续来用启应文交代上帝的话。我启遐做用何时三角来上读。我要来内心听候耶和华。伊随听我的呼求。伊对血坑内面。对着光脉当中，把我摇起来。
互我的脚徛伫磐石顶，互我的骹步稳当。伊互我的喙唱新歌，就是学了咱上帝的话。真侪人要看见来行行，搁要挖靠摇花。迄个挖靠摇花，无理会公误，甲偏向虚假之辈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阿门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阮所怀意念，真济，袂当你来，无会对你来定明。若要定明，伊的笑袂当胜笑。这米甲那米，你无喜悦。你已经开通我的耳孔，小济甲俗济，并非你所爱。迄时我讲，看啦，我来了。我的事伫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伫我心内。阿门。感谢上帝，欢欢喜伫主的面前准备新这礼拜。下面时间，咱们请用恭敬心来聆听上帝话，请列牧师。咱请同齐翻开周报第4面。咱同齐来上读以赛亚书第53章1节到7节。以赛亚书53章1节到7节。咱同齐做来上读，请。阮所传的有像神呢？耶和华的手骨向显露呢？伊伫耶和华面前生长那剪影，亲像根出伫大地。伊无加行美容，阮看见伊的时阵，也无美貌，互咱羡慕伊。伊受藐视，互人厌弃，遭受痛苦，伤经忧患。伊受藐视。亲像互人安面无看共款，咱也无尊重伊。伊承认担当咱的忧患，背负咱的痛苦，咱却掠做伊受责罚，受上帝击打苦待了。哪知影伊为咱的过犯受害，为咱的罪孽压伤，因伊受的刑罚，咱得到平安。因伊受的鞭伤，咱得到医治。咱拢哪样行迷？各人偏行家己的路。耶和华互咱正人的罪孽，拢归伫伊的身上。伊受欺压，伫受苦的时阵，却无开喙。伊像羊羔受牵到受抬的地，又搁亲像羊伫家门的人的手也无声。伊也是安尼无开喙。搁再一届，同齐来祈祷。至圣的主上帝，也是迄一位互人家己责备家己心内底主圣灵，阮即是恳求帮助阮，互阮伫基督的真理、上帝你的圣灵的引带。互阮搁较认捌圣囝耶稣基督为阮所做的一切，恳求帮助阮，互你的话养饲阮的灵魂，互你的灵精英阮的灵魂，通叫阮看见你话语的奇妙，阮着你活命的道路直直来奔走，使阮伫阮的下面时间，恳求圣灵运行伫阮各人的心中，阮讲你要对阮所讲的话，养饲阮无共款的欠缺甲需要，互阮对圣灵、对基督的救恩
对天父上帝听，来得到巴掌。当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今仔日咱要三甲做伙来看，敬拜乃是对着迄一位受创造的上帝开始。敬拜毋是咱家己的期待，敬拜嘛毋是咱所发明出来。迄款的敬拜是人所发明出来，真正的敬拜是开始伫迄一位受创造的主上帝。真侪人参加敬拜主要的原因，伊就是要盼望伊的心灵会当欢喜，直到通过心灵欢喜，伊就落场将到咱人的欲望来享受，互咱对安尼来得到满足。这是世界世俗真侪或者是敬拜神明的人，因心中所敬拜，伊毋是敬拜一位真正的神，因所敬拜是家己心内欲望。亲像我去敬拜神，那么我若要读册得到好的成绩。去就去拜文昌公，就去拜孔子，去拜开青、铁塔道，正才会无共款的神明。所以因的期待内底是要互家己的心愿来得得到满足。台湾即摆的时阵有4间真大间的妈祖庙。那么呢，因对着4月初4开始就出巡，了一直到5月中旬的时阵，也阁有。那么这呢是一张相片内底伫遐，一个青年人讲，伊去对妈祖，了看到真侪人咧软脚骹。当咧软脚骹的时阵，一个囡仔伫个所在排队，爱伸脚过来。结果的时阵，这个囡仔，互这个工作人员，甲伊的头安怎，甲伊刺落。结果刺落的时阵，我刺伫头前迄个大姊妹头前的骹床后。所以了后的时阵，迄个青年怎讲？这就是安怎？我绝对无爱去软脚骹。但是是安怎人会甘愿去软脚骹？因为因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行动。对这一点来讲，咱要了解，因虽然拜的是一个假神，不过因的态度真虔诚。这一点是咱特别爱注意的。伫画面内底，咱会通看见，因这款付代价。有的人可能对着这个小妈祖会求，对头到落尾，减使有几10天的时间。有的人是对一团，有的人是4团拢总对，有台中大家的，有云林北港的，有白沙屯的，还佫有台北的。但是伊是安怎会安尼遮尔轻队？有的人毋是开车，毋是骑车，是用双脚对咧行，4团拢总对。因为透过即款苦痛的虔诚行为，盼望会通得到神明对着伊的保护，对着伊的祝福。这是伫咱台南家庭高雄家庭这个所在，兴王爷的当机，伫个所在为着要见证神明复兴，所以因伫当中呢，这个当机摕这个刺骨，甲这个身躯对着头，对着骹只片，舞弄甲规个拢总浪费。但是你斟酌家看的时阵，这会为真侪人伫遐呢。但是你斟酌看这个后壁这个，最重要是这个人。这个人你看，伊遮摕一罐水，有无？摕一罐水，
了后时阵呢，三不五时啊，就对着伊个骹只偏，对着伊个头壳，甲伊雾水。这是啥？这是麻醉剂。麻醉剂。所以伫这当中，敢是真正有生命附身呢？无的确是。但是伫当中，因通过这款的苦痛的行为，来表达对生命的期待，表达对生命的恳求甲幸福。愿意安尼来将着家己的身躯献予因的生命，这是另外伫一个所在。你看这个人，伊就举一支棍啊、铁棍啊，对着伊的喙皮穿过去，了后到尾就一半这个所在会甲伊等下伊穿过了后，这手会放掉，这边夹咧，这边插过，安尼咧行路，表示伊生命所附身。通过安尼，伊咧表达恳求生命降临伫伊的身上。因用这款苦痛的虔诚来表达对着因生命的疼惜，甲恳求因的生命降临，来保护、来束缚、来见证因家己。真侪时阵，这款的恻插是一种的忏悔，或者是一种的奉献，或者是恳求祝福，会当临到来恳求的人百姓。因通过这款苦痛来表达虔诚，因为因知影献牛甲羊，抑个毋是上界尊贵的。人若是，但是伊无法度甲家己完全献予因的生命，因为伊抑个有欲望期待，所以因望通过这款身躯的苦痛来表达虔诚，会当着这个毋捌的神，或者是因所谓认捌的神，会当来得到祝福，得到看顾。这行为咧表明信徒愿意付出一切，才着安尼较无甲生命三角同齐连接做伙。伫台湾的街头巷尾，随时会当看到供奉神明的小神坛。检采你伫路恁行过，我一天对着咱五妃街行过去。五妃街一条细细条，敢若对着永福路行到即个西门路。你看入去伫迄个人的店面内底。咱就会当伫迄个所在看到真侪人因厝内面供奉真侪神明，大仙细仙拢总有。了后我行去到西门路挖道平民街，挖道平民街的时阵，遐有一间面店啊。迄间面店啊啦，我去到遐的时阵啊，我就看一个人伫咧面店啊，面店啊伫这个所在，着西门路。但是迄个人吼，无看面店啊，迄个人是看伫遮，了后安尼，就着内面店面内底安尼连续拜3届，我就想迄内底一定有神明，我就越过去看的时阵，一个观世音菩萨伫迄个所在。了你通看见厝边头尾有个人透早阴暗，拢会点3支清香，因是安怎会安尼做？因为因期待生命束缚，互因生理会好，所以伫即款的环境当中，基督徒敢无原来受到即款普遍敬拜方式所影响？即款敬拜方式的影响内底，就是讲神啊，我苦待我家己，神啊，我你做一寡什么代志了，你来保庇互我，我的愿望会当得到实现。所以，伊产生的敬拜是出于我这个人的需要，所以伊期待生命来保护伊，并且伫这当中，佫有一款交换的计较，就是我已经受苦遮尔济啊，生命你就应该赐福气互我。我已经有累积点数，
1点、2点、3点、4点、5点，我已经积到99点啊！我明仔载佫苦行一届，我迄个物件你应该互我。所以外邦神明的敬拜，真侪时阵是伫徛伫利益的交换顶面，透过苦行，我认为我应该爱得的得。这是外邦的神明所做的。一个基督徒嘛，透过这款甲厝边隔壁同款，望讲上帝啊，我用虔诚的方式行动，检采无一定是清澈，但是其中的方式，就是我用这款的方式来甲上帝你相见面。上帝你应该爱满足我的期待，甲我的愿望。我这礼拜有来，我这礼拜应该顺时。我一个月来3摆，上帝啊，我无法度得到全部的祝福，上无我嘛爱得到3/4。我一年通天内底53礼拜，我来50礼拜。上帝，你应该颁予我有一个模范生的编约，通过安尼，我会当应该得到更较侪的祝福，更较侪的稳定，敢毋是呢？所以，这款的情形也大大影响了基督徒。特别有一寡人检采对着过去拜神明，以后有人甲福音传予咱信主啊，信主了后，咱只是换一个主，过去的主或者观世音，即卖的主或者耶稣，或者耶和华，或者圣灵，啊，佮拢无啥会清楚。耶和华、耶稣、甲圣灵三个是啥物关系？但是迄无要紧，上帝啊，反正你着爱赐福我，抱着这款的心情来侍奉上帝，安尼这毋是基督信仰的实质，因为这款是对着咱人的需要来发展对上帝的敬拜。但是实际上，咱个斟酌敬拜是开始伫迄一位受称测的上帝，敬拜是对着开始伫迄一位受称测的上帝。伊是甘心愿意受人来称测。伫马来西亚有一名印度教的信徒，伊的脚趾片，互铁狗啊，甲伊穿插，并且头前铺满了贡品，或者是挂伫身躯，一步一步往着当中因的一个神庙或者乌风洞，伫迄个所在，伫祭旗内底来献上伊的祭品。你看伊即款的穿插后壁积2、3、4、5、6，超过10支以上的铁狗啊！超过10支以上，上少你若斟酌来算，一定超过10支。了，伊后壁互甲切饼甲伊交掉咧，后壁佫有人甲伊敷掉咧。头前伊挂真济只的花，佫抱着真济贡品，要去甲伊的神明献祭。通过这款伊的献祭，伊咧表达神明我对你的幸福，我对你的敬拜，你堪得。我得到我这个人，真济一种宗教是为着忏悔，或者是悔改，或者是行愿，因安尼去做。传统的华人祭旗内底，就亲像摊拄只，咱有看到迄个家庭兴旺爷庙，因伫当中出巡的时阵，因用四股球甲家己的脚趾片，甲伊的头壳弄甲流血。有人可能是举鱼长剑，了对着伊的脚趾片一直扑甲伊规个流血。这款受身体穿插的行为，其实是期待这样代志，借着看到心灵附身，来换着这个互神，这个人因认为是去互神明该附身的人，换伊来祈求顺势。成功，或者是过去有啥物款的过犯，求伊的赦免。因的虔诚表达伫因的苦楚内底，通过即款的苦楚，因用即款穿插苦行，
靠近神明，祈求神明来赐福。但是基督的信仰是对上帝所启示的，这个信仰是因通过人所形成的。但基督的信仰是上帝所启示的信仰，咱所信的上帝却是以家己受创造来靠近人，来拯救人。但是人所形成的是借着创造家己来求神明照顾。这是一个完全无同款的行动。创造这个行动表明了可行，但是这个可行内底要表达的是另外是真无同款的一个代志。创造是一个行动，无定就是摕刺骨球，无定是举鱼长剑来拍甲家己的身躯流血流地，这拢是一款的创造。或者是举铁管，或者是举铁尖，为着家己的身躯、家己的脆皮来插过去。通过这款痛苦的行为，人所表达的要做这项代志，这是人为的宗教。这款人为的宗教，望会透过这款创造来望着天顶的神明，甲神明三会，望神明会人赐福去。你会当看见，这是对下骹面一直去的，这是人想出来的。但是人想出来，其中有一个真大的重点是因的虔诚，甲因极大的期待。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唔是安尼，基督徒的信仰是上帝所启示的信仰。这款启示的信仰。上帝圣子上帝耶稣基督受到铁钉，受到铁鞭来甲伊鞭拍，了后，搁伊的头壳顶用到刺皮的面流，对伊的头壳甲伊插落去。耶稣基督毋是干那脆皮受伤痕，伊的骹脚片受鞭拍，伊的头壳顶好。刺皮的面流所刺插，伊的身躯双手受铁钉，伊的脚受铁钉所钉。伊是一位受创造的上帝，伊是上帝，但是伊的创造是伊家己甘愿的，通过伊的创造，伊来超找世间人，伊来成全救赎。这是一个完全无同款的信仰方式。人用家己的方法，用伊的虔诚，但是伊无法度解决伊做的问题。伊有苦行，伊有修行，但是伊唔知究竟爱修行到什么款程度，伊无法度了解到底我爱做偌济，我才有法度甲神明三会。但是因这款的心情，因的虔诚是达得咱家己成做上帝儿女的，爱定定去思考的。如果人对着因的假神这尔啊虔诚，安尼，咱称做上帝儿女的人，咱怎样望着上帝来表达咱的虔诚？咱的虔诚，敢若是有缘通过虔诚，要来甲神明相会，恳求神明赐福气予咱，满足咱的欲望。安尼，咱的信仰就是一个停留伫人为的宗教信仰内底。咱的信仰无应该停留伫这个所在，咱的信仰爱换倒过来。上帝启示的信仰，上帝救赎咱，安尼通过咱的疼惜、咱的牺牲、咱对人的服侍、咱对人的鼓舞，亲像基督疼惜咱、体谅咱、原谅咱，咱定定回头倒转来看十字架的救恩，咱就会有能力去疼惜人、去照顾人。
毋是成就我的欲望，乃是成就上帝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。安尼，我成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我有新的活命，我有新的祝福，我有新的能力。旧的代志过去，新的恩典咧来临。当上帝安尼来做，我也对着伊所行来做。咱感觉讲，安尼我是毋是会失去什么货？袂，颠倒袂。颠倒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真正来享受上帝所要成全互咱的恩典甲疼痛。我有熟悉一寡人，因结婚不止啊真久，就是我家己。阮和牧师娘结婚的时阵，阮甚至结婚2-3年，阮拢无囡仔。迄个时阵，阮已经打算要做无子的时过啊。但是上帝透过真侪兄弟姊妹为阮祈祷，终于阮有一个囡仔。我有熟悉人。因伫当中，甚至是10几年无生囡仔，但是因并无放下这款的愿望，因伫上帝面前祈祷恳求。圣经内底有一个人叫做雅各，当因太太列结来甲伊讲：“你互我生囡仔。”雅各甲列结讲一样代志。你未生囡仔，我哪有办法？你未生囡仔，迄是上帝代志，迄都毋是我。伊天条上帝，上帝祈祷，安尼上帝赏赐伊有2个囡仔。圣经内底阁有另外一个，叫做汉娜。汉娜伊本身无囡仔。伊因翁有另外一个细姨啊，这个细姨啊熬生囝，但是汉娜无囡仔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到上帝殿中，甚至伊的先生甲伊讲：“哎哟，你那得一定要有囡仔啦，你无囡仔就无要紧，有我敢无比7个囝更较好吗？”汉娜。对着伊的先生遐尼啊不解风情，但是伊轻调上帝，伊相信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，伊甲上帝祈祷，上帝将囡仔赏赐予伊。我有一个听到一个牧师来分享做见证，伊讲伊甲上帝祈祷讲：“主啊，我。”期待你赏赐予我囡仔，但是经过这几10年，我拢总无囡仔。伊继续甲上帝祈祷，祈祷到满20年的时阵，有一天，伊和伊的太太2个人同齐做伙祈祷的时阵，因翁仔某同齐听到上帝对伊讲：“我无将着肉身的囡仔予你，但是我予恁的囡仔。”比有肉身的囡仔的父母也搁较济，因明白啊，所以因就家己搁再一届家己奉献予上帝，甲上帝讲：上帝，阮将阮一生的年日完全奉献予恁。基督的信仰，毋是干那满足。咱的期待，基督的信仰，亲像这对牧师夫妇，经过20年，因已经做成，因同齐听到上帝对伊所讲的声，讲：我互你的囡仔，比有遐肉身的囡仔的父母也搁较济。所以因伫教会内面，因将家己搁再一届奉献予上帝，毋是满足。我的愿望甲期待是上帝，我甲家己奉献予你，愿你来录用我。
耶稣基督毋那干那无囡仔，耶稣基督并且安怎无结婚？耶稣基督伊的兄弟姊妹有偌济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定心去思考这代志。受创造的上帝，是迄一位疼惜咱的上帝。基督所受到两方面的创造，第一是伫肉体上受创造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讲，伊成长亲像剪影，佮亲像出伫大地，伊无水水的面容。咱看见伊的时阵，伊嘛无美貌，互咱通欣赏伊。伊受表时受压气，受苦楚，时常经历忧患。伊受表时，亲像互人安眠无共款，咱也无尊重伊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连续写了2摆藐视，并且佮讲到这样代志，咱无欣赏伊。这款是伫肉面貌内底，咱无感觉伊有啥物特别，伊无缘投。但是另外一部分，伊受的创造是啥？伫心灵上所受的创造，伊无加行美容，咱对着伊藐视、压气、吞大伊。伊都用真大的真心来疼惜咱，但是咱真济咧时阵咧想的是，上帝，你有满足我无？真济时阵，上帝甲咱讲，我为你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但是，咱伫迄个时阵对上帝讲：上帝，我都无爱你遐，我都爱我迄个，我都爱迄个。阮古早的时阵，检查你若较有血的人吼，会有一款情形。就是阮情形内底吼，就是阮古早吼去有一款吼咧化甘蔗，迄甘蔗吼规支就摕出来，了吼，迄化甘蔗的人吼就开始讲，一支2箍、1.8、1.5、1.2、1箍、8角、9角、8角、7角、6角、5角，一直画一直画。人若感觉介绍好吼，伊就会客气，伊就会客气。有一天的时阵吼，阮喙苦咧喘，足想要食甘蔗。阮爸就摕5角互阮，阮就去化甘蔗。伊支甘蔗摕出来的时阵，2箍、1.8、1.5，一直化一直化，化到1箍，佫互化走去啊！阮就。我毋阮兄哥，阮2个人就伫遐一直画，真烦恼吼，食袂着甘蔗，喙苦一直喘，你知无？结果的时阵哦，到尾一直画，到尾画着一支6角，我就是遐想，紧咧，你要搞5角，结果的时阵吼，伊画5角的时阵，阮就真正举手呢，你知无？就5角，就画着甘蔗，就足欢喜，就迄人就帮阮写，阮就开始食，食啊。结果的时阵哦，迄甘蔗继续画。有一支吼，甲阮迄5角的变大支哦，了后时阵讲变4角、3角、2角，精心肝你知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其实相差无几分钟呢，但是你5角会当画到3支呢，你安怎会惊？你知无？惊食袂着。所以到尾人真正5角画3支，阮5角画1支，精心肝真甲用要害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对咱的活命是有美好的旨意，有期待，有拍算。但是咱真济时阵用咱有限的眼光来判断上帝，来审判上帝，咱掠做我的比上帝更较好。基督诚然为咱担当苦楚，背负咱的重担。当人通过一款受苦的虔诚行为，
要来上帝讲，上帝我已经受苦到遮尔济，伊正做一款交换恩典的协迫的行为，有遐的行为的时阵，安尼是对着恩典上界大的无知，甚至是安怎样啊？是一种侮辱。基督上帝毋是看咱受苦偌济，才将着恩典互咱，毋是。这段圣经内底讲啥？伊诚然担当咱的忧患，背负咱的苦楚，咱却是掠做伊受刑罚，伊受上帝极大苦待。哪知影伊是为咱的过犯受害，为咱的罪孽压伤，因为受刑罚，咱得平安；因为鞭伤，咱得到医治。基督伫咱要做罪人的时阵，就为咱来死。上帝听对，安尼就咱太明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伫2000多年前的时阵，基督就为我来死，互我会通今仔日才有这个恩典，成做上帝后生查某囝。所以，毋是我受苦来换到上帝的恩典，毋是我受偌济苦，上帝就爱甲啥物物件互我，毋是。会记得伫顶礼拜咱还搁咧读祈祷文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会晓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时阵，主耶稣讲：大声求伊的国，伊来管理咱，咱顺探伊，伊的欢喜，伊的正确，咱伫其中照着安尼去行。这就是伊的国甲伊的义伫咱的心上来显明，安尼咱就要得到所有的一切。迄个真正的受苦。基督，或者是以赛亚对咱提醒这样代志。伊讲咱的受苦是安怎样的受苦？毋是用着铁针插过咱的身躯。真正一个受苦是啥物货？咱伫个所在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已经禁食，我已经受苦到遮尔济啊！上帝讲毋是。上帝讲：你看你禁食的日子安怎？你是咧求利益，你捆着人为恁做苦工。原来迄个禁食，原来迄个受苦是爱怎样？爱偷放人做苦工，互工人得到应该得到的工资，将着苦痛的人接到厝内底来，将着遐心灵受苦的人，将着遐无饭通食的人，互因饭食。亲像基督为咱受苦，是为着要互咱成做上帝的儿女。咱愿意为人受苦，人就会对咱的心上看到基督真实的疼痛。当咱深深思考其他宗教敬拜的方式，咱就会当去感受到基督信仰的奇怪性，以及伊上水的所在。伊的奇怪安怎样奇怪？就是伫咱要敬拜上帝进前，伊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死亡来超找咱，来拯救咱。伊甲其他的宗教的创策是无共款的，其他的宗教是创策家己来着声明讲，你着爱听我的，因为我已经遮艰苦啊。但是基督的信仰毋是安尼，基督的信仰。是我伫迄个所在，我为你的罪来到这个世界，伊会当免来。伊讲我愿意为你受苦，伊毋免受苦，因为伊无犯罪，伊无欲望，伊所有的一切，敢若有一个目的。伊如果若有欲望，就是望咱会当秉公行义，亲像先知所讲的，世间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，什么是良善的，什么是真正的好，就是你。要行公义，要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甲你的上帝三甲同行。如果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伊就是敢若期待这项代志，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，了后咱会当行公义，
傲灵敏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三甲同行。通过基督的双手甲双脚的钉啊，显明上帝为着带咱，所以无少着互家己的囝儿受到惩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受难周的意义。后礼拜的时阵，受难周就开始。牧师期待咱会当三甲做伙，进一步来思考受难周。真对不住各位的是，过去20-30年、30几年来，牧师毋捌伫咱教会当中举行过受难周。但是最近上帝向我提醒，无经历受难周的苦楚，你怎样有法度去体会对死搁活的能力？咱将着受苦，特别是将着基督受苦这样代志，当作上过平常了。所以咱真无容易，甲家己献予上帝。咱满腹抑阁是定定咧想，我要爱什么货？较少去想到上帝爱什么货。为了上帝，阳光这本册的作者但尼尼，伊伫伊个册内底写着一句话：今仔日真侪基督徒对敬拜理解甲异教徒并无上大的差别，唯一无共款的检测就是基督敬拜形式当中的是上帝是唯一的上帝，但是其他的，但是伊伫迄个敬拜形式某一种程度，犹原是根据伫圣经的传统。所以真侪时阵受到成功神学，特别受到真侪兄弟姊妹的见证。迄个见证内底就是我怎样得到成绩好，我的业绩怎样得到突破，我的经济怎样得到开阔。这款的见证充满伫教会内底，但是今仔日历史内是有一个人，伊伫这个所在20-30年内底，30-40年，伊的经济无改变，伊的身世无改变，犹原食酒，犹原家家卜，犹原每一摆食酒拍囝拍某。但是这个人伫教会30-40年，伊犹原持守对上帝的信心。安尼，咱敢会看伊做见证？或者是咱已经感觉讲，这个人已经互受上帝所放杀；或者是咱会伫迄个时阵心内底生出一讲，这个人一定做了足侪歹代。无想到30-40年，因乃教导，拢总无互上帝甲伊拯救。亲爱兄弟姊妹。咱即款的礼拜，咱即款的信仰，就是穿插伫圣经某一种的传统。咱爱会记，圣经内底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一世人毋捌过好日子，但是伊持守对上帝的信心，伊相信上帝所讲的话。这个人一世人做乞食，这个人规身躯对头到骹底生疮个落人。这个人，互人甲伊带去伫好野人因兜的桌仔骹，伫遐捡好野人桌顶落落来物件。伊的朋友是啥？伊的朋友就是甲伊拖来伫桌仔骹遐的人，搁有就是狗。伊甲狗同齐生活做伙，狗来治伊的身躯落人的所在。伊有因为安尼来离开上帝吗？无，伊无因为安尼离开上帝，伊犹原相信上帝就是互我做乞食，上帝也可是我的上帝。这个人或者猎杀咯，咱会记得伊无？咱会记得伊无？毋是因为送香，所以会上天堂，是因为伊相信我的上帝犹原活着。亲爱兄弟姊妹。我毋是讲基督徒拢一定爱过苦难的日子，我毋是讲基督徒拢爱亲像猎杀路共款。
但是咱需要有亲像列撒罗的心志，就是上帝要互我好过的日子，我犹原相信上帝是上帝。安尼，咱来做礼拜的时阵，咱才袂互礼拜成做一款义务。我得信上帝，不得已我礼拜就要来做礼拜。嘛，唔是讲我来渴慕上帝，你互我有恩典，我才来做礼拜。唔是，绝对唔是。这款的信仰，拢抑个是停留伫外邦人所起造的信仰。有时依靠多的模式，会针对基督徒的影响到咱根本无去甲伊发现到。经常咱是一款的错误观念，就是敬拜是对人超越上帝开始了，上帝来回应咱。马来西亚敬拜的牧师曾医师、贴牧师讲一句话。伊讲，咱安尼的时阵，咱嘛感觉讲对啊，我来做礼拜就是安尼，上帝若无我低头，我哪会来呢？这款的信仰，这款的敬拜，会让咱产生义务感。咱会伫迄个所在，会看敬拜做礼拜变做一款的重担。甚至有的时阵，咱也会通过诗歌来表达讲啥？上帝啊，我你来学了。愿你的来，你来回应我的呼求。改成咱甲上帝呼求，了上帝答应咱，咱才来敬拜上帝。偌年啊，侪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上帝也未回应伊的祈祷，也无照伊所恳求的，了啊怎样？伊就离开上帝，伊就离开信仰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何等大的可惜！但是这款的情形，咱会安怎点点来承认呢？咱会甲伊当作讲是啊。若上帝无灵响，我当然就走，我搁伫遮咧撩时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若要甲安尼的时阵啊，摩西就无路用啊，约瑟嘛无路用啊，达摩尼嘛无路用。就是你甲我，咱嘛今仔日空空白白坐伫这个所在，咱的确爱将着这款的观念甲伊提走去。确实，上帝会凭着咱的信心来供应咱的需要，但是这款的行为、这款的敬虔，不是基督信仰的前提。上帝袂因为咱无大声献上供米，就延迟伊对着咱的恩典甲疼痛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上帝对咱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上帝对咱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上帝要互咱有好的结果，甲伊讲。所以，甲其他的神明无共款。咱的上帝毋是听候咱先表达对伊的虔诚，才来施行拯救，毋是，绝对毋是。罗马书5章8节讲，独基督伫咱要做罪人的时阵，为咱来死，上帝听，安尼咱来显明。毋是咱听上帝，乃是上帝听咱，找伊的囝为咱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听。所以圣经在甲咱提醒，这两段经文一直咧表达上帝才是整个救赎甲敬拜的主动者。若无伊听咱，若无伊来找咱，咱就无可能找到伊。这是贯穿整个圣经对头到落尾所有上界重要核心价值。并且贯穿所有基督教敬拜的信仰。康斯坦斯伫伊这本册内底写一讲，或者敬拜的建筑书。这个敬拜建筑书内底讲到，上帝邀请来咱敬拜，敬拜毋是咱创造，嘛毋是咱计划颠倒头饼，敬拜是咱回应一位真实存在的上帝。当咱愈来愈深刻的方式对上帝邀请，最后。咱回答讲：主啊，我愿意甲你相见面。迄个时阵才产生真实的敬拜。所以咱的敬拜，若是一个存在义务感啊，我哋基督徒啊，牧师在咧假叫啊，无咱无去歹势，安尼咱也无咧敬拜。真真正正，当上帝对咱讲话的时阵，咱会听。迄个时阵敬拜才真正开始。有的时阵我伫咧办公室。咧写工章，到一个地步的时阵，我会看见
感受到上帝圣灵的临在，我就会跪落来，趴伫我的迄只足大只的椅啊，趴伫遐，跪伫遐，祈祷敬拜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迄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。当上帝来，咱愿意回应伊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我愿意甲你同齐作为敬拜。这款敬拜是因为基督为咱担当苦楚，为咱受创杀。伊毋是伫安尼戇神下面来做一切。基督乃是真实经历上介大的肉体的苦楚，喙焦甚至有上帝离去的感受。你有看到因摕苦胆难处摕起嚟，互耶稣，要互耶稣担迄个物件。耶稣基督闻到迄个味道安怎滑头过去？苦胆甲醋，迄是当时的麻醉药啊。一个无受苦，一个用麻醉药啊来受的苦楚，是等于无受苦。所以基督滑头过，毋肯担迄个麻醉药啊。伊毋是伫戇神下面来为咱做一切，伊是为着咱经历上介大肉体的苦楚。基督所定的顶啊，毋是伫这个所在，毋是伫这个所在。基督所定的顶啊，是伫这个所在。来，你望你的手的所在，遮中遮，有无？你家望落，毋是一个凹，顶啊，就是为遐插过的。这咧插过的时阵，这个顶啊咧插过去的时阵。插过你的肉，佮插过你的刀，佮插过你的骨。了后，你爱安怎？你爱安尼挂伫遐，迄个钉啊会甲骨安怎？你若了震动一下，钉啊会去磨着骨，毋是干那肉咧疼，含骨都咧疼。受创杀的上帝。各伊的骹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受创杀的上帝。敬拜耶稣对头到落尾，拢是一个感恩的回应。来，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敬拜是咱感恩的回应。甲伊讲来，咱敬拜上帝。甲咱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伊救赎咱、疼咱，所以咱敬拜伊。就是这个原因，其他拢是附加的原因。敬拜是对上帝开始，咱若有真实回应，迄才是真实的敬拜。基督的信仰的敬拜，甲其他宗教的根本的无共款。基督的敬拜，毋是咱的需要，成做咱的动力，毋是。人的需要成做敬拜的动力，迄个做啥？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迄毋是敬拜，迄是利益交换。真实的敬拜，毋是咱所测动的。真实的敬拜，是因为迄位良善的上帝为咱来牺牲，所以咱来回应伊对着咱的憔悴，对着咱的疼。咱亲像羊迷失，咱的苦境无人来救咱，但是基督来找咱，甲咱对着刺皮当中，甲咱救出来。并且甲咱带转去膏药啊照顾，一直到咱勇行起来。迄个时阵，咱勇行的时阵，咱顺势的时阵，咱的回应是啥物回？吟诗、祈祷、领受上帝的话语、感恩奉献、领受牧师的祝祷。这拢是针对牺牲的疼的敬拜，所以专注投入伫
第一个就包括报告。礼拜第一个听书或者报告，唔是礼拜前我来报告，唔是礼拜报告本身就是礼拜的一部分。我佮讲一解，报告的本身就是礼拜的一部分，因为伊是关怀咱厝内面的人，咱的兄弟姊妹。所以，迄就是礼拜的一部分。祝祷嘛是礼拜的一部分。痛苦的虔诚行为，敢会当显出最甜判的人心情的事实，并且人对救赎的渴慕。自我的苦役，伊会当互咱第时的安慰，讲啊，我得做唔到代志，安尼我有安尼修行啊，伊有淡薄仔的即款的效果。但是过迄个罪会佫约倒转来，但是基督赦免咱的罪，无佫再纪念。上帝牺牲来自伊的疼，甘心愿意才是疼。但是咱爱看外邦的人，因对因的生命的疼是真正疼，但咱爱思考，通过因这款的疼，咱对上帝的疼，是毋是爱去思考一下？咱安怎样疼上帝？咱若称做敬拜上帝的子民，安尼，咱疼伊、顺叹伫伊，迄就是咱真实的敬拜。为完咱伫这一切的事上会晓得，敬拜毋是满足咱的欲望，敬拜是因为有一位为咱受称赞的上帝对咱的疼，所以咱来回应伊对咱的憔悴。当迄一时，咱真心归落，真心回应伊，安尼咱才会产生真实的敬拜。敬拜是对上帝的开始。真实回应伊的，就有真实的敬拜。三甲仔头来祈祷，祝你保守帮助阮，通过今仔日较严肃的话题，我会通来思考少年，我要怎样有一个对你真实疼痛的回应。就亲像阮所吟唱今仔日的诗歌讲，春落的日子，生命，就阮奉献予你，求你来路用阮，互阮定定会晓得回应上帝你的疼。亲像基督对阮所讲的，上介大的诫命，就是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疼主阮的上帝。第二个嘛是同款，通过疼厝边朋友、同事、阮身边的人，用安尼来表达阮对上帝的疼。主你讲安尼，你就欢喜阮，迄也是阮受造存在的目的，也是阮存在的意义，更加是阮存在甲永远的荣光，愿你成就者会伫阮的心上。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毋知今仔日有信爱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咱只是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，奉献诚心的奉献，也是咱敬拜的一部分。每一届、每一个月，牧师若要奉献1/10的时阵，我拢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感谢你所赏赐我的所有的一切，也感谢你应允通过1/10来祝福其他的9/10。主不但是奉献金钱。因为金钱是你所赏赐，互阮有健康的身体，阮才有法度做这工，
也会当伫工作当中享受上帝你的欢喜甲同在。安尼主上帝，阮也将阮家己的活命奉献予你，成做人的祝福，成做人的照顾。咱同齐起立，同齐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我已放了世间万年，回去世界对耶稣，世上好路名利富贵，对答对我手本土，主无亏待，主无欠我，心道本分我着尽。为何心内不信惊呀？手来讨好面，光阴快过前途要紧，主的稳定教我用，是因有个做手扶持，留我幸福着真重。那我灵魂小做接去，是要欢喜从主意，随梦放了高里光好，主要照顾应无离，到处没有困苦流离，有谁来照顾牛饲？千千万万灵魂失丧，教会福音告示。我的家请主来切见，存落过命献予主，真心竭力讨主欢喜，地高地天记我主。愿迄一位受创策的主上帝，用伊极大的恩典、温柔、疼痛、甲平安赏赐伫你甲你的全家。佮因为你的信，所以领受圣灵徛起伫你的心中，互你随时倚靠圣灵的能力，顺探圣灵的引带，通互你顺探圣灵，受得永远活。佮愿全能的主上帝，伫一切善事上成全恁，互恁靠主大有能力，口出文言，会当诚侪正人的鼓励，通过上帝话语甲你同在，见证上帝恩典甲疼痛，互你有能力原谅、疼惜。倚靠主伫一切善事上大大得到成全，对安尼用你活命见证，引带人进入基督的救恩，就亲像基督用伊的疼成就伫你身上的救恩同款。愿全能荣光归于父上帝，平安稳定疼痛归伫你甲你的全家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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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，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